各位小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所講嘅故事係迪迪的眼淚使用方法，作者裴妍珠，譯者戴月婷，青林國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。響柿子樹屋入面住咗哥基一家，迪迪係最可愛嘅弟弟，爸爸媽媽哥哥都好錫迪迪。新晒嚟嘅狗狗同你哋打招呼啊！佢就係迪迪啦，係咪好得意呢？不過可愛嘅迪迪都有個缺點㗎，只要一唔開心，佢就會大喊。呢個時候，媽媽、爸爸、哥哥、搭搭就會安撫佢，抱抱佢，氹佢開心。只要一咁樣做，迪迪先會停止喊㗎。呢一日，迪迪又因為唔想瞓覺，又不停喺度喊啦，所以爸爸陪迪迪玩騎馬遊戲，而媽媽就同迪迪讀咗21本嘅繪本，先可以安撫到佢瞓啊。最終心滿意足嘅迪迪好開心咁爬上自己張床，就響佢瞓覺嘅時候，迪迪諗到一件事啊！啊哈！以後遇到唔想做嘅嘢，就好似頭先咁大喊一場，就可以咩都唔使做，太好啦！響第二日嘅早上，迪迪一起身就開始喊啦。咁樣一喊，佢就唔使食佢最唔鍾意食嘅紅蘿蔔，又唔使梳身上嘅毛，仲可以着哥哥最鍾意嘅衫返學。響返學嘅路上，迪迪仲不停喊啊！朋友們好緊張，個個都問迪迪究竟發生咩事。迪迪，你做咩事啊？你係咪邊度唔舒服啊？不如我哋幫你拎書包啊！不過無論點安慰迪迪，佢都係不停一路喺度喊啊！最後朋友們同屋企人都一樣，愁眉苦臉啊！開始上堂啦，迪迪仲係咁不停喺度喊啊！迪迪嘅喊聲實在太嘈啦，同學仔都忍唔住揞住耳朵，老鼠校長都忍唔住咁樣睇下究竟發生咩事，而老師都好擔心迪迪啊，就問迪迪，你喺邊度唔舒服啊？但迪迪冇答到，仲越喊越大聲。老師就話啦，睇嚟你今日都冇辦法參加隨堂考試啦，你可唔可以自己返屋企啊？迪迪一邊喊一邊點點頭。於是老鼠校長就送迪迪出校門，迪迪一邊喊一邊行返屋企。耶！只要喊一喊就可以有咁多好事，又咩都唔使做，眼淚實在太好用啦！一諗起自己唔使考試，又可以提早返屋企，迪迪開心到不得了。因為太興奮啦，迪迪好似慣咗咁樣喊，越喊越大聲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天空滴咗好多好大滴嘅水滴落嚟啊，仲滴濕埋迪迪添。咁奇怪嘅！迪迪將身上嘅水揈乾。咦？呢啲咩嚟㗎？正當迪迪想搞清楚究竟咩事嘅時候，突然有一道雷聲咁大嘅怒吼傳咗出嚟啊！到底邊個喺度一直喊？匿埋咗喺邊度啊？各位小朋友見唔見啊？發出怒吼嘅好似喺樹上面爬緊落嚟啊！究竟係咩嚟嘅呢？啊！居然係蟒蛇啊！迪迪眼前出現咗一條巨大蟒蛇。係你一直喊個不停，原來就係你！大蟒蛇咬牙切齒咁樣大聲咁嗌，睇嚟好似好想食咗迪迪咁啊！
迪迪嚇到震晒，眼都凸埋啊！響呢個時候，大蟒蛇用尾巴翹住咗迪迪，將佢升起，然後一邊喊一邊講：我好唔容易先將啲小朋友氹到瞓着，結果你一出現又將佢哋全部嘈醒。你喺度做咩事？你係咪同我有仇啊？點解喺度不停咁喊？你俾媽咪鬧咩？你同朋友嘈交咩？定係考試考唔好啊？唔係，就算係咁，都唔應該咁樣喊。我氹完晒啲小朋友瞓着，仲有一大堆家務要做。做完啲家務，我先可以食少少嘢瞓一陣。喊嗰個應該係我啊！原本對住迪迪破口大罵嘅蟒蛇媽媽突然大喊，蟒蛇媽媽一喊，蟒蛇 BB 們都跟住一齊喊啊！睇到佢哋個個響度喊，迪迪已經忘記咗頭先好驚嚇嘅時候啊！而家反而佢覺得好對唔住蟒蛇媽媽同蟒蛇 BB 們。蟒蛇 BB 嘅喊聲真係非常之大，大聲到迪迪都覺得震到耳都聾啦。蟒蛇 BB 們喊到眼睛都紅啦。迪迪睇住蟒蛇 BB 們，開始諗起爸爸經常唱俾佢嘅搖籃曲。乖乖睡，蟒蛇寶貝，親愛天已黑。乖乖睡，蟒蛇寶貝，親愛天已黑。不知不覺間，蟒蛇 BB 們同蟒蛇媽媽都瞓着咗啦。呢個時候，有一班小螞蟻經過，噓！迪迪提醒路過嘅小螞蟻細聲啲，怕會嘈醒蟒蛇佢哋啊。而迪迪都慢慢咁靜靜咁樣向住屋企行返去。哎呀，因為身體濕住又一直喺外面，一唔小心就感冒啦。我返嚟啦！一返到屋企，媽媽即刻抱起佢，過嚟媽媽度啊！你冇事啊嘛？聽老師講你唔舒服喎。喺呢個時候，迪迪突然好想大喊，但佢好努力咁樣忍住。之後，迪迪好乖乖咁樣沖好涼，食咗感冒藥，亦將自己身上嘅毛梳整齊。瞓覺時間一到，迪迪就好乖，自己準備上床啦。媽媽、爸爸、哥哥都晚安啦。原本諗住氹迪迪瞓覺嘅媽媽、爸爸、哥哥，都俾迪迪咁懂事嘅行為嚇親啊！雖然大家都好驚訝，但都夜啦，都係快啲瞓覺啦。響嗰日嘅夜晚，迪迪完全瞓唔着啊！迪迪嘅眼睛一眨一眨咁樣望出窗外嘅星星，接住發現眼睛原來入面都係眼淚啊！不過迪迪好快就用衫袖將眼淚抹乾，因為佢知道其實都唔需要喊啊！第二日嘅早上，迪迪好開心咁樣返學，喺返學嘅路上面經過見到蟒蛇一家，好開心咁同蟒蛇媽媽打招呼。蟒蛇姨姨早晨，蟒二蟒三蟒五早晨，弟弟早晨啊！哦，迪迪返學啦！哥哥搭搭見到咁多蟒蛇都嚇親啊！不過迪迪經過琴日嘅事之後，都已經唔同晒啦。而家嘅迪迪再唔會喐啲就喊，因為佢知道原來喊除咗唔開心，仲會影響其他人㗎。而家嘅迪迪唔再亂用眼淚啦。每個小朋友都會有負面情緒，間中喊下其實好正常。但當你用喊嚟換取想要嘅嘢，變咗習以為常，
就會越嚟越任性同難搞。假喊大家覺得要唔要換嚟代價呢？故事講到嚟呢度啦，希望大家都鍾意呢本書啊！再見。